总统蔡英文中昼去访问这个被害死的友邦，并且过境美国纽约甲丹佛，伊伫咧出发前发表谈话，讲带国家行出去，就是总统最主要的任务，并且提出3项主张来听蔡总统的讲法。那么这一趟的访问命名为“自由民主永续之旅”。自由民主永续是我们想和全世界的好朋友分享的台湾价值。带领国家走出去，就是总统最重要的任务。那么这一次出访，我们将会向世界传达3个台湾的主张。第一，台湾会和世界共享自由开放的价值。我们是海洋国家，是世界的台湾，所以我们绝对不会把自己封闭在台湾海峡的一角。第二，台湾会坚定地守护民主制度。第三，台湾会以永续发展为目标，来推动互惠互助的国际合作。